刚刚删了快取资料1G，可用空间从160几 MB 变成1.20 G，这怎么进到这边的？从这边释出空间，要从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，手机程式要安装的过程要释出空间，按这个设定储存空间，按不下去就是下面被打勾了，打勾先清除掉。你看，已经有删除掉快取资料，再退回去，按左右下角向左三角形，退回去就是要安装这个文字扫描仪啊。书本上的文字扫描以后变成那个可以复制贴上的文字，横行的比较标准，直行的有的可以，有标点符号呢就会乱掉了，直行的比较不标准。这个从哪里来的？是从 Google Play 商店，从 Play 商店来的。这个叫做 Play， 有没有看到？现在按着在移动这个叫 Play 商店，长按，哇，应用资讯，看到 Play 商店了。